請高天賜議員。多謝主席、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就首先呢，大家都有目共睹，澳門今時今日嘅治安呢係好咗好多，亦都係司長同埋啲同事前線紀律部隊人士嘅一個功勞嚟嘅。毫無疑問呢，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嘅金牌嘅卡，即係可以宣傳即係我哋澳門係做得好嘅，全世界最安全嘅城市，呢個毫無疑問。咁咧當然咧，有賴於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咧，兼夾咧由2000年啊至今啊，所有啲特首咧都係話我哋政府最重要嘅資源咧就係啲公務員，咁咪包括咧紀律部隊咧。咁我哋就每一次咧有施政方針咧，當然咧，如果係司長嘅範疇係好多，即係啲你啲同事咧都會反映咧，就希望咧通過我哋咧，即係反映俾司長一啲問題，就希望咧即係可以改善啦。咁第一個咧就係關於宿舍，頭先司長都有回應咧，因為宿舍呢個問題咧，就即係你有津貼咧，亦都係有房屋嘅。咁長久以來咧都係有兩種嘅，即係如果你收津貼咧，你就唔可以申請嗰個政府樓嘅。咁如果你有政府樓，亦都冇津貼嘅。咁當然咧，今時今日咧，亦都我長期都有講過呢，即係房屋咧，如果有個宿舍俾啲紀律部隊咧，喺召集嘅時候咧係比較方便，全部咧就入晒去，全部出晒咧。一方面咧召集嘅方便，第二方面咧就係嗰個路上嘅塞車啊各方面嘅咧，唔會再出現呢個問題。所以咧，佢哋亦都咧今次咧都會託我咧同司長講咧，即係舊嘅監獄嗰個位置咧，又係希望咧司長咧向長官建議喺嗰度咧起個宿舍。咁呢一方面咧就解決咗呢個問題咧，亦都對於新嘅監獄即係鄰近咧都有個幫助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都係想即係司長嘅屬下咧有啲部門咧就佢啲同事都屋企啲人咧同我反映咧，即係譬如司警嗰度8號風球咧啲屋企人咧喺入邊做嘢要揸車出去嘅。咁呢個有啲危險啊，因為8號風球咧叫佢出去巡咧，有冇辦法用嗰個天眼嚟做呢個工作？咁避免佢哋自己揸車出去睇咧，究竟個環境係點啊？因為佢哋同消防咧有啲唔同嘅，因為佢哋嗰啲車實淨啲啊，即係硬淨啲咧就會比較好啲啊。咁呢個第一個改善咧。第二樣嘢咧就係治安警察局嗰度咧，對於一啲女警務人員咧，佢哋都反映俾我聽嘅，就係佢哋好多時單一個人咧，即係唔係孖更啊，即係希望咧不久將嚟咧，女士如果係警務人員咧，可以孖更出嚟咧，避免即係有事發生都有個支援啦，有個人去幫助佢哋嘅。咁再嚟咧就第二個問題咧，都想同司長翻即係傾下咧，就係關於嗰個針對性嘅津貼嚟嘅。咁我都啱先做咗個書面質詢咧，如果司長有時間就答咧，如果唔係咧就書面。其實咧個書面質詢咧，其實咁多個司長咧，司長嗰個係最好嘅，因為佢答嘅時候咧，佢係逐點我哋議員咧，第一點你問呢個問題，我係咁樣答；第二點咧，我點樣答；第三點咧，即係好清晰嘅。呢句話一個模範咧，俾其他司長咧效應嘅。關於頭先我張部庭嘅津貼嚟講咧，就個計算咧有少少嘢，我收到個意見咧，就係176個鐘頭或者44個鐘頭以上咧，就你哋計算某啲政府部門，即係你哋內部咧，就用5日。咁你其實用5日咧就反映唔到，因為頭先司長亦都講到，就亦都書面俾咗我哋咧，就話即係紀律部隊咧24小時係不停嘅，因為有好多服務呢都要做，所以計算嘅時候咧，希望咧人性化啲，同埋反映嘅真實嚟講咧，希望咧係計7日嘅。不過當然咧，司長慢慢睇下有冇時間可以反映。毫無疑問咧，即係司長嘅人手嗰方面咧，係好大嘅壓力嘅。淨係紀律部隊咧，2020年咧就係6678嘅人士。咁今年咧即係舊年嘅數咧，23年最新嘅數咧就係6393。咁好明顯係少咗好多，少咗285個。所以喺嗰個提出嗰個自願退休即係人士咧，同埋攞啲所謂短同埋長期假期嗰方面咧有大嘅壓力嘅，因為佢哋可以攞1年或者10年咧。當然咧呢樣嘢頭先司長都有講到咧，我哋都要考慮究竟佢嘅狀況係點。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都希望可以尊重翻佢哋嘅意願啦。
再嚟咧就係關於消防嗰方面咧，大家都知道咧，消防新城市花園上次咧火燭個不幸咧，即係發生咗幾個事故咧。但係我哋聽翻嚟咧，即係個消防車入去新城市咧，有個斑馬線喺學校對面咧有個石屎躉啊，咁變咗轉車嘅時候咧就轉唔到，要去到尾咧兜翻轉頭先入得上去。嗰度你有冇得改善嗰個石屎躉咧，嚟去改善到令到啲消防車可以第一時間咧到現場？再嚟咧就係我都想同阿司長講，其實咧之前同長官喺度，我哋都有傾談啊，司長都喺度咧，就係關於個欺凌嘅嗰個問題嘅。咁現時嚟講咧，即係口頭上欺凌同埋網上嘅欺凌咧，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目前啊，我相信司警都知道好多人去投訴欺凌咧，就係入唔到罪，因為目前嚟講係冇啊，要變咗要恐嚇啊或者其他啲先至可以告得入。咁呢一方面咧，有冇得改善？可唔可以咧，即係做到今時今日，即係呢啲咁樣嘅行為咧，受到懲罰咧？再嚟咧，就個詐騙嗰方面咧，就希望嘅司長，即係你哋做咗好多嘢關於嗰方面嘅工作，但係可唔可以更加加強嗰個宣傳咧，令到一啲譬如國內啲明星啊、啲體育嘅運動員好出名嘅，幫我哋咧做一啲宣傳咧，變咗個效應咧更加好。再嚟咧就係高校嗰度咧，對於電子政務同埋法令5/95M 嘅時候咧，有冇得修改？會唔會修改同埋完善翻目前嘅社會嘅需求？尤其是簡化嗰個紙質嗰方面咧，同埋電子政務係真係可以體現到咧。我暫時係咁多，唔該。請政府回應。高天賜議員講到嘅呢個宿舍問題，其實我哋回應咗啦。咁你就你話效應係另一回事喎，效應另一回事喎，即係話你係即係話佢隨時可以出嚟，咁啊另一回事喎。因為點解呢？去即係譬如講我哋民防呢，我哋有一系列同事啊，即係各個部門都有同事啊，去民防嗰度去做工作嘅。咁啊，佢暫時唔翻去，佢去民防嗰度有簡易床俾佢瞓啊。咁但係我冇可能起個宿舍喺度啊嘛，冇可能。咁平時點用咧？咁你所以宿舍，我頭先回應咗即係其他嘅議員嘅嗰個問題嘅時候，我已經講到，你如果唔俾津貼俾佢，俾個宿舍俾佢唔要㗎，佢要個津貼㗎，係嘛？咁你又冇可能免費咁樣送即係俾一個宿舍俾佢，冇可能嘅事。根據法律規定係冇可能啊，對其他部門亦都係唔公平，係嘛？所以我哋要客觀去睇呢個問題。另外呢，你就話用舊監獄起宿舍，呢個唔係我決定嘅範圍，同埋去舊監獄起宿舍意頭都唔好啦，係嘛？啊！另外你提到嘅呢個萬防用天眼，其實係如果去到10號風球、9號風球、10號風球嘅時候，啲同事係唔出街嘅。8號風球呢，仲用裝甲車出去，仲可以。但去到9號風球、10號風球，同事係唔出，基本上唔出街嘅。要出街都要用裝甲車出去，因為吹唔喐嘛，係嘛？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其實我哋有呢方面嘅部署嘅。同埋孖更方面，我所知道呢，就係女警一定有孖更，我唔知道話有邊種情況之下係冇孖更，我唔知，即係巡邏嘅時候。另外呢，就係針報情報查，一陣有時間我再同你講啊。消防呢個運送呢個關於障礙物嘅問題呢，其實呢個係消防局一旦發現咁樣情況呢，可以同交通事務局同埋市政處去溝通嘅啊。網上欺凌呢，你話即係唔係構成犯罪都要去處理，呢個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罪刑法定原則係刑法係最基本原則，第一條就係規定呢樣嘢。如果唔係犯罪，我點樣用犯罪嘅方式去進行處理係做唔到嘅啊。另外呢，就係明星宣傳呢個係非常好嘅提議，但係要錢嘅喎。有啲佢唔需要錢，咁我哋係非常樂意去請佢嚟幫我哋做宣傳，好嘛？簡化程序，用一啲 AI 手段啊，用其他嘅呢個無紙化，絕對係贊成。我哋而家都朝呢個方向做緊嘅。請高天賜議員。多謝主席，多謝司長嘅啱嘅嗰部分嘅回覆。就關於房屋嗰樣嘢咧，即係唔係
宿舍房屋。即係房屋咧，長久以來咧都係有起嘅，即係回歸前、回歸後都有。只不過咧，我頭先提嗰個舊嘅監獄喺嗰度起咧，都係佢哋叫我同你講。當然咧，司長都可以建議俾長官，根據土地法裏邊，政府有個責任咧起房屋俾公務員嘅。咁呢個方面咧，希望司長可以帶翻去咧，希望佢哋可以長官可以考慮咧。咁最後咧，仲有啲問題就係如果可以答得到就可以，如果唔係咧，就書面都冇問題嘅。唔該。高天賜議員講嘅呢個增補性報酬問題，我諗即係未必有時間，但係你講話你已經書面質詢，我可以再回答你，好嗎？講多兩句先，唔好意思。咁就係關於呢個增補性報酬呢，就係、其實我有準備充分嘅資料嘅，只不過冇時間啫，好嗎？